云南里社区平均780岁时段，透过广告，每一位全新的眼神甲美丽的动作，拢无老到，真使人感动。因对2当前接受主治服务团队1个月1摆，用音乐甲广告来带动健康促进以后，就互指导老师对因的表现印象深刻。这个鼓的招数其实大概就是跟日本太鼓其实蛮接近的，那只是把它动作简化。那开始来练习的时候，一开始呢，我总觉得说大概一首歌可能要教个1年半年，大概才学得会。可是我比较惊讶的是，我们大概只练习2次，他们就把基本动作全部都学起来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其实这让我们觉得就是文莱里一定是非常用心的在陪伴长辈，所以让我们的长辈才会有这样的学习的能力哦。那还有学习的欲望，所以我第一次教完鼓之后，那个阿公阿嬷跑来跟我讲说，哦，我主持人跟多少那种班偶贵怕够哦，那好高兴有人愿意来教我们，所以这我也觉得蛮欣慰的。开始会当来社区参与活动，对这群长辈来讲相当要紧，特别手脑变用就是鼓风湿地。所以云南社区办理关怀据点，除了规划中价共餐，嘛持续甲组织等团队合作，安排相关课程，达到身心运动的效果。特别的是，因的鼓拢是塑胶桶仔回收所做的，布嘛是家己车，头巾顶装饰嘛是家己包，包括cré绳，更是候选人的精品所改造，符合环保社区的精神，嘛互专庭参与的肖局长相当感佩。用这个鼓吼，你的骹手加你的眼睛协调，脑拢有当协调，这对咱是大人吼的失智预防的才有帮助。今年咧，咱迄个画作市场的重点有一个叫做轻盈福利。这轻盈福利的盈吼，就是咱的是大人。这是大人的重视咱的健康的老人。100%非常非常的精彩。我想这个今仔日咱文南社区关怀据点举办这个咱长者共餐，嘛非常欢迎咱慈济咱的各位师兄师姐，给咱共同的参与。互咱今仔这个岁末联欢，会当讲增加了足侪温暖，甲你讲一声努力。这个鼓呢是咱迄个回收的物件，就是咱做糖哦，迄糖桶哦，落去做回收。阮连长呢陈秀慧呢，来车布来做。因为慈济呢，伊遮弄的长者呢，逐工足欢喜啊，因来遮运动啊，搁安尼起来吼，中昼去遮长者大家做伙共餐，伊做足欢喜。岁末的时节，云南里社区伫公部门甲议员等贵宾的见证来成果发表，嘛借此表达祝福感恩。这社区关怀对咱社里的帮助有赞哦！台南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。